歌唱影片呢，资料库目录诶 YouTube 帮忙完成。这个影片目录怎么来的？从自己的频道的社群贴文，把那个歌曲名称前面加井字号，在社群发布贴文。贴文发布以后就有超连结功能，歌曲前面加井字号发布以后，贴文发布以后就有超连结功能，然后点按，现在是第3项，你看马上就出现歌唱影片资料库目录。要好好善用这些资源了。